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4月18，诗篇25篇18节安尼讲：求你关心我的艰难困苦，除去我一切的罪。三角来祈祷，关心阮的艰难困苦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以爱公平正直，佮将主爱施落遍满全地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目睭看顾敬畏你的人，眷顾仰望你慈爱的人。主啊，你救阮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互阮无阁受忧伤加痛苦的捆绑。主啊，你的手永远无离开阮，也的确要救阮脱离一切的灾厄。主啊，你监察阮的内心，知影阮的软弱，你也落听阮恳求的声。主啊，阮伫深渊甲波浪中，你将阮救拔起来。主啊，求你关心阮的艰难困苦，除去阮一切的罪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